后来继续来看，有一个出名的网红抛出一支的影片，讲伊无到3岁查囝，互南口一间私立双语幼稚园的老师不当来对待，毋但用黏带来打喙，佮甲查囝关起来，讲有几个囡仔拢受害。不过幼稚园发声明来驳回，讲这个黏带是大理的老师的手，嘛无关囡仔的状况。 我无法预防，已经发生了。我的小孩要去看幼儿的心理。我女儿还不到3岁。想到无到3岁查某囝的遭遇，忍袂住伫咧镜头前流目屎。安怎嘛想袂到，笑眯眯的查某囝到私立双语的幼稚园上课，竟然互不懂对待。我老婆她已经连续4个晚上没有睡觉，我们小孩在学校。 被老师拿风香胶带贴嘴巴。这个老爸嘛是出名的 YouTuber， 今仔日早起播影片，标题是“虐待囡仔的主角竟然是阮查某囝”，搁较惹出受害者毋那一个，想要透过频道，互各界搁较关注问题严重性。孩子说贴在班上好几位同学的嘴嘴，是非常清楚的说出不同同学的名字。恶质的行为，互家长挡袂牢，直接找幼稚园。当时的老爸搁指控囡仔的喙毋那是互人用贴布打掉，搁互人关暗房。不过幼稚园是发声明驳回，表示老师是甲贴布打伫手，嘛无暗房的情形。不过这个讲法，家长敢若无法度接受。你只有贴在口头上，那你的监视器放不出来吗？实际到当时的幼稚园，伫咧自强大楼内底，楼骹阁有保全人员，戒备是真严格，高达也阁咧营业，嘛阁有袂少家长带囡仔来上课。上去调监视器，然后他们也有反复的去确认。我个人是觉得他们没有到不积极。接获通报当天，立即前往稽查，要求业者2天内提供所有监视录影画面。另外，查核业者以不相名义违法从事教保服务，以勒令停办，最终裁罚30万元。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，不过家长甲幼稚园个人讲个人的，真相到底是啥，佫需要调查清楚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